就回应这个就是在 LINE 里面问了一些，但是在 LINE 里面呢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做很简单的回顾跟复习我不讲很多，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首先请大家看一下，我看得到我的 PPT 吗？有看得到，要不要放大一点？要放大吗？我看一下，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哈。好的，我们上一次谈到属格的功能，它的用法我也讲说什么叫属格，属格是修饰语吗？属格有哪些功能呢？好，那奇怪，我怎么会每次会跑出这个东西出来好，请各位老师看一下然后我就老师，我们可以看到你吗？我们看不到你的脸。看我的 PPT 就好了我上一次呢有讲过是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先直接到那个重点的地方好，那个我看一下。好，这个地方呢，上一回跟老师上过属格有些功能我们知道属格呢不只是一个人称代名词有属格，我在网上给大家看一下属格呢，比如说人称代名词的属格是中间这个地方，比如说你我他 ，nomago 是属格 ，nomisu 是属格，你 ira ningra nomira nira 等等还有呢复数的是 nomita noniam nonamo naira noni 等等好，这叫做人称代名词的属格，人称代名词的属格。好，我再看下面一个这个呢我只有用2个字代表全部，比如说人名呢的属格都用你，比如说你马让单数巴奈都是你巴奈是属格，你古拉斯你利信等等。如果是复数的时候呢，用那那马让那巴奈那古拉斯那马要都是那。人名的时候呢，属格是长相是这个样子。再看一般的名词呢，一般的名词，比如说这个人事物的名称，我找一个妈妈一般的妈妈也可以用 ina， 所以 no ina 是这样子用法小孩呢，我们讲娃娃的话呢，小孩子的这个帽子呢，我大木红努娃娃，这努娃娃那它不一定是人呢，事也是一样比如说这个所以说这个还一般的名词也可以比如说 lodok 是山，这个也是名词用 no lodok， 比如说发挥 no lodok 也是用 no， 所以一般的名词的属格前面都是用 no ina no lodok 好，再看下面一个是要特定的名词，特定的名词是什么呢？是指自己家里人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或者是自己部落只有唯一的那个特定的人，比如说部落只有一个头目，所以叫做nidomok。还有呢，自己的舅舅一定是特定的，你的这个阿姨什么的自己家属的人呢，都是用属格的话用你你姨妈、你妈妈、你嘎嘎、你多莫。如果是复数的话呢，一样的是用那姨妈、那妈妈、那嘎嘎、那。所以
因为那个特定的读目这边，它旁边有人的话是拿读目，它就可以了啊，一定是指特定的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刚刚有前面的是不定代名词，还有人名的属格，一般名词的属格跟特定名词的属格。很多老师同学会想说，老师，努伊那跟你伊那怎么分呢？这么很简单哈。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说明，就说如果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妈妈不在的时候呢，我说妈妈去哪里？他说出去了啊。这个是谁的毛巾呢？我如果问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时候，是妈妈的，怎么说呢？一定是你呢？就是只有特定的那个妈妈，不会有第二个妈妈，所以用你这个字啊。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妈妈的时候呢，那个可能就是那个是妇人的，不是长辈的时候我当么哄努伊那肯不是努妈妈啊，你看的是男的是女的不知道啊，那个是妇人的啦，不是男性的啊，努伊那过来。努妈妈过来，努发给过来，努马多阿塞过来，都是一般的名词。努娃娃都是用努啊，所以呢，努是指一般后面加上名词的属格用努。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好的是呢，自己部落里面的发给翻译，自己的特定的那个人呢，我们都用你，很像名词一样都用你啊。这个是我上次有提过的。但是这么多，包括努米达这里最上面，我只用第一个，我用努马过来做例子，全部都是属格。然后呢，你看下面这个字，我今天只有复习这一个page啊。属格有哪些功能？大家对这个部分呢有一点困扰。我刚才所说的属格，我就举一个人称代名词努马过这个字为例。那么 nomago 是个属格，我们在英文里面叫做所有格啊。如果读过英文的人 ，I 是我的属格叫做 my my book 我的书啊，所以那个 my 就是英文所谓的属格，就是英文的所有格，就这么简单哈。但是 nomago 这个字呢，它有两个特性，一个呢。它有两种功能就是一个是当修饰语，一个叫做当一个所有代名词，就这样子啊。那么修饰语下面有讲过，就不再多说了。修饰有两种，修饰语一个是形容词，另外一个叫副词，就这样子啊。那形容词呢？通常是修饰名词啊，再讲一遍，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啊。好，既然它是个 numago 是修饰语，可以当修饰语的话，第一种，前面两个是当形容词用的修饰语。那你 numago 这个字numago 通常都是放在名词的后面，所以 imbis numago 是我的铅笔，所以呢，我 imbis numago gunini 这是我的铅笔，所以 numago 是当形容词修饰前面的，所以在名词的后面，所以我们叫做后置修饰啊。整个名称叫做后置修饰形容词，因为它是形容词。修饰名词，所以我们叫做后置修饰形容词，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呢 ，nomago 呢，另外一个形容词呢，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的，但是如果是放在前面的话呢，后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字。比如说下面这个句子 ，nomago imbis gunini， 那一样的意思，第一句跟第二句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比较强调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呢，我们会比较强调下面这个句子。我举个例子，
O imbes na miso kuni imbes na mako kuni imbes ni mayao kuni。好，我放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的拿走了，我就马上会告诉你 unumaku a imbes kura 这样 unumaku a imbes kura 那是我的铅笔。这个时候呢，比较强调一点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就放在前面。通常放在前面的东西呢，都是比较稍微强势一点点。你如果说 imbes na mako kura 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呢，它就有2个位置。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如果是在名词后面的是没有 r， 如果放在名词的前面的时候一定有 r， 所以变成 o imbes na mako konini， 也可以变成 unumaku a imbes konini 这样子。好，这个是当形容词就有2种位置啊。另外这一个呢，第3个是当副词的，我有刚刚说过啊 ，numaku 这个是没有 r 的时候是往前修饰。你看看啊 ，numaku 这个字呢，哎，它往前看看 ，loazen 这个字是绑起来，是个动词啊，绑是一个动作，所以呢 ，numaku 是修饰前面的动词的话呢，就表示它不是形容词了。它就是有2种功能，可以，你怎么知道它是副词呢？因为修饰的是动词，所以我们称它为副词。好，那我们一般的认知在语言学在这个的语法里面，就是说，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副词是修饰动词的，有时候是修饰形容词的，就是这样而已啊。我再讲一遍。形容词是修饰名词，副词是修饰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好，因为这个在前面也说过了，所以我不再做更多的复习，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啊。所以这2个 numaku 呢，原来有2个功能啊。修饰的时候有当形容词跟副词的功能，虽然长相一样呢，你要知道它修饰的是什么东西。修饰的前面的是被它修饰的字，就表示你看看一看哦 ，loazen 是个动词，所以它不可以是前面这个 numaku 是不一样的，因为 numaku 后面是 imbes 名词，所以呢 numaku imbes numaku 就表示修饰它名词，所以它叫做形容词。因为修饰的是个动词，所以它叫做副词，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好，第2个观念呢是稍微比较头痛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地方，我上一次我没有加上红色的啊，你请看一下第1句o nomisu a sasuret kunini，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你的铅笔这样子。那后面呢 unumaku a sasuret kura， 那是我的铅笔。但是呢，如果在语法的修饰语的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句子里面呢 ，sasore 出现2次，就表示这个句子里面呢有重复了同样的一个字的时候呢，我们都叫做累赘的字累赘的字。那我们是尽量一个字不要重复2次所以我们把后面的，你看呢 ，sasure 这个是红色的字，你跟这个 onomiso a sasure 后面是 onomaku a sasure， 这个 sasure 出现2次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红色的把它杠掉划掉以后呢，这个 numaku 这个时候呢，虽然把它划掉，实际上呢 numaku 这个属格里面，它是包含了这个名词在它的身上呢，所以呢这个字呢，如果即便它是没有看到了，其实它是属格加上名词的，所以呢属格就是所有干嘛，所有
里面代替了名词啊，就是说它里面呢含有名词在里面，所以我们叫做所有代名词。所以这个名词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它如果没有之后呢，老师这个名词怎么那么难？实际上的所有就这个字就是所有格嘛，就属格叫所有格，后面有名词就是一个名词嘛，所以呢，用这个所有格来代替啊那个把它包含的名词在它的里面呢，用这个字来代替全部，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这个语法里面常用的叫所有代名词，是这样子来。所以呢，你看这个字啊，你看我们中文常常说这是你的铅笔，那是我的，那个我的实际上里面还是包含着前面提过的那个名词嘛，所以呢，我的、你的、他的这个字呢，就是叫的所有代名词，这个名称记起来很重要啊。那我看这里面我有什么东西哈，等一下那我在讲下面这两个之前呢，我先还是让他看刚刚我让你看的，好，既然它是所有代名词，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呢，它仍然是谓语。你看啊 ，unomisu asa sore kunini， 这个句子的主词是 kunini。那谓语呢，本来是 usa sore 这个字而已 ，nomisu a 是修饰语，所以它原来是多加的多加的也就是说修饰的东西，所以把它拿掉的话呢，就是 usa sore kunini。也是一个句子，所以修饰语是可以拿掉的好，那后面这个字是因为前面有它的全体，所以呢后面可以省略。如果没有前面的句子，这个句子是unmaku kuras， 除非那个是你我都很清楚的东西，你我都知道的，我就不必讲后面的名词，也是可以的好，那现在呢？第一题，这里是当什么呢？当谓语来使用那个后面呢？你看一下，我kilangai konomisu alapit， kilangai 是木头字的 ，nomisu alapit 是你的筷子，所以呢，你的筷子是木头制的。umaratai konomaku 是铁，我的是铁制的，我的什么呢？这个也是所有代名词。我的什么？当然是指前面提过的阿拉比，所以呢，我的是铁制的，是我的就是我的筷子的意思。那这个时候 nomago 的角色是当什么呢？就不一样。前面这个 nomago 是当做谓语，后面的 nomago 是当主语。很多老师说我就乱掉呢，老师，nomago 怎么会变谓语变主语？等一下我再跟你说明后面第三个呢，你看看unomisu turun ko kaulahan ningra， 你的 turun 马吉他比较喜欢，他喜欢的是你的马吉 unomisu turun， 在比萨盖吉拉多努马go， 他不买我的 turun。所以这个也叫做所有代名词。好，这个 nomago 这个字呢，现在是当做 do 的受格，所以呢，它现在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呢，你看得懂看不懂这个句子？在第一个句子里面，它当谓语；第二个句子呢，它当主语、当主词；第三个句子是当什么呢？当受格。老师，为什么它会变有3种功能呢？因为这里它已经把那个后面的字省略掉了，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所有代名词，它是已经变成了名词，当一个名词的功能了。既然是个名词，它当然就可以在句子里面会有3个位置角色它会有
这个谓语、主语跟宾语。这样还听不懂，我再看一下我这边的特别为你们做好的这个 PPT， 你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所有代名词等于名词相等语。什么叫做名词相等语呢？我倒过来说，就等于名词的东西嘛，叫做名词相，就是一个术语啊。名词相等，因为等于名词的东西啊，就是名词相等语。好，我举一个名词好了。名词是娃娃这个字，好，那娃娃这个字呢是个名词。如果你叫阿姑呢，努玛姑呢，娃娃努玛姑，也就是变成我的孩子啊。那不要阿姑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呢。我们来试试看，娃娃阿姑是我的孩子，不管是用娃娃还是娃娃阿姑。老师 PPT 没改啊 ，PPT 没有上。啊 ，PPT 没有是吗？没有。啊，是哦。啊，我看一下哈，我就直接在上面啊。等一下 ，PPT 没上哦，那我就稍待一下，我就在这里，我就直接在这里画了啊。好，请看一下，我在做一个画面好了哈。好，那我把，好，你先看一下。好，那我在这里做，好，请看呢。我随便找一个孩子叫，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名词？好，大家最熟悉 ，imbis 也可以呢，娃娃也可以了 ，gilan 也可以了 ，nanom 也可以，都是名词嘛哈。我只要找名词，我找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小孩怎么说呢？娃娃，娃娃是不是个名词？对不对？娃娃是个，不要大写了，娃娃是小孩 ，OK， 这个。好，小孩 ，OK， 好，小孩，你看看这个小孩呢，有几种功能。现在我们就要慢慢进入到那个句啊，句的这个功能。我看看这个为什么还在写啊？不管它了哈。好，请看下面哈，我举一个例子，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个句哈？我奇怪，这个会变成为什么？这个是小孩怎么说？啊，说他是小孩也可以。我是小孩，来大家说看，我是小孩怎么说？娃娃嘎狗。好，比如说嘎狗，你们比较熟悉嘎狗嘛？那这个这是一个句子。好，我是小孩，我问大家主词在哪里？主语，嘎狗是主词嘛？那前面娃娃呢？修饰语。不是，哪来的修饰？修饰什么？不是哦。我所以你们现在我等一下教的就是句分。谓语答对了，是个谓语啊，就是谓语当动词的概念。是孩子，我是小孩，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句子，嘎固是主词。我上次有讲过了，一个句子里面最基本的句的概念，今天要谈到句根，所以今天的课非常的重要啊。你能看得懂句子？我嘎固，主词在哪里？嘎固。那我动词呢？没有动词啊，这里谓语就是个动，我们所谓的动词就是谓语。英文的谓语就是动词，动词就是谓语，这么简单，没有了。中文也是一样的，我这个我写字，写字就是动词，我写字，我就是主词，写这个字是动词，没有了。所以动词它永远都是在那个位置，但是阿美语不是啊。我们的谓语除了动词以外啊，等一下你就看到很多种谓语啊。这是第一个啊，等于帮大家这个解说啊。你看看这个字哈，再看呢，马乌拉，小孩子喜欢糖果怎么说？马乌拉，娃娃图比亚，娃娃
to 什么 beyond。OK， 好，现在我一样的娃娃，现在请你告诉我，娃娃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是当什么角色？主语，当主语，答对了。这个有 good 对不对？good 就是主格标记嘛。good 的主格标记后面一定是主词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问你呢，现在谓语在哪里？好啦，就是谓语啊，对不对？好啊，娃娃我就改成用别的字，别的那个啊，娃娃现在呢，那用那个这个多好，这样好了，我就直接古娃娃。好，古娃娃就是一个主词嘛，主格标记跟主在一起。那么我呢，现在呢跟上面一样是红色的，红色的代表什么呢？它是个谓语，对不对？所以一个句子里面一定有一个主词，后面有一个前面是谓语，刚好跟英文颠倒，跟中文颠倒啊。你看了，我是小孩，那如果按照我们的语系来翻译呢，小孩我，对不对？是小孩我这样子，但是中文叫做我是小孩。那我们中文的第二个句子呢，小孩子喜欢糖果，那我们的语系呢，喜欢孩子糖果，看懂吗？喜欢小孩糖果，那个句子的次序是不一样的，语系不同。现在呢，嘎固是谓语，是主词，娃娃现在是当主词了。那我要的是让你们知道，娃娃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我这样子会不会乱掉哈？那我先不要，这个都还是黑色的哈。我现在焦点是在这娃娃这个字里面，所以呢，我还是，所以呢，我现在问大家这里呢，娃娃这个地方呢，刚才的娃娃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是当谓语，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娃娃是当什么呢？是主词，是主语，对不对？对。好，再看第三个句子，我还是用什么马乌拉古伊纳杜。好，现在呢，你们念一下第三句看看，请。好啦，古伊纳杜娃娃。好，现在娃娃这里呢又跑出娃娃。好，我现在三个句子里面都有娃娃，一个名词娃娃，它可以在这个位置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话，这是我们的语系，这是标准的阿美语。娃娃嘎咕，我是小孩。现在娃娃这里呢是当谓语。第二个句子呢，虽然它也是娃娃，它现在是当主语，所以前面有咕这个字。小孩子喜欢糖果。第三个呢，我还是要加多好了哈。猫啦，古音那多是妈妈爱孩子。我问大家，现在孩子是当什么功能？这个句子，这是受词，现在是受词。因此，一个名词呢，它有很多种功能跟位置，它可以当谓语，它可以当主语，它可以当宾语。这个是阿美语的特色。不要以为你学了英文之后呢，谓语就是个动词。很多的外国人跟台湾的很多语言学家，他研究的都是动词作为他们研究的焦点，他没有学别的东西。所以呢，你在学习的时候永远学不会阿美语，是因为什么？你资料不足嘛。我以前就是被这样的一个资讯呢，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才把这个语法写出来哈。所以你就要发现今天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只要它是个名词相等语，它如果是名词的话呢，它就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它可能是谓语，它可能是主语，可能是宾语。我先用这么简单的概念可以了解吗？一个名词它可能会有一个句子，在这个句子里面它可以当主语，最重要的三个还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的这三个，谓语、主语跟宾语。各位老师这样子可以了解吗？好，我们再回头再看看，我再回头看这个 PowerPoint
好，所有代名词就是名词相等语。既然是名词相等语，你看我努马哥古拉，好，努马哥是不是当做名词用？它是一部所有代名词嘛？那个是我的努马哥，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它是当什么功能？努马哥当什么功能？谓语，当谓语当然是谓语嘛，对不对？是不是谓语功能啊？再看下面呢，乌马拉代过努马哥，这个现在当什么功能？主语。当主语嘛，过后面就是主格标记，前后面就是受格嘛，对不对？主格嘛，我后面当然是一定是名词，我后面名词可以当谓语啊，所以我们叫做数格标记，就是当术语用的。这个我有两个意思，一个当名词标记，后面一定是名词。第二个呢，当数格标志在句子里面，如果名词当谓语的时候，它一定有我啊，就像刚才娃娃过那个字，就像这个字，为什么它一定要我？口语化的时候，我们通常都省略不说啊，娃娃过就可以了。但是正确的阿美语应该是娃娃过，名词当谓语的时候一定要有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那么第二个呢，第三个句子呢，你再看，我看后半呢。在比萨盖金拉多努马哥，好，努马哥，我的这个当什么功能？受词。受词嘛。所以努马哥你们别以为只有第一种，以前过去我们学的努马哥是 impis 努马哥，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思维模式。其实阿美语不是只有 impis 努马哥而已，它会到前面、到后面，又可以当副词，它又有这三个不同的功能以后呢？你才知道说，代名词不是你想象中的就是那么一个，它有很多变化。所以呢，你看看啊，这样子念，你看啊，这是你的铅笔，那是我的，我的就变成所有代名词。所以呢，有的老师问说，老师好难呢，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帮大家复习，就问题就功能在这里。当然后面有一些练习了，这个是上一次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想说，如果你把这个概念弄懂了之后，你再回去看我们所有代名词后面的这练习，我相信你们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我想说今天呢，我就暂时呢把那个复习的部分就讲到这里。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你可以在 LINE 里面可以反映，要不然就是我们下一次你回去再看的时候呢，再回来我们再来一起讨论。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在课堂里面呢，先上课之前你可以提出，老师我那边有问题，我就会帮大家稍微做复习啊。好，我们今天上一堂课的部分呢，我暂时用这样的方式来帮你们做一点复习，可以吗？来的，有了解我的明白了吗？明白我的，有了解。哦，那很好。来请记。记得哈，语法不是听一次就会懂的哈。以前我在国中、高中到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们过去有一本英文法叫做新英文法，那个科技化的新英文法。我在国中的时候就看到这本书，老师教我们英文的时候，我把这本书国中就翻烂了一本，又再买一本，又再买一本，到高中还在看它。要把这个文法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很多新的名词又看不懂，它说明也不懂，然后一次又一次以后，我就是喜欢英文。最后呢，我到了高中最要考的时候，我就考外文系。我因为喜欢英文，因为我的文法很好，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一条路，就当英文老师去了。还好，我就是当了英文老师之后呢，到了研究所，就是英文的这个就研究，就是我是语言学组的啊，所以我就研究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带领我就慢慢就对那个语法的那个句子的东西呢，就非常的敏感。我一看就会有一个分析。我们也要感谢上帝了，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
一个恩赐，就是说我一看到句子，我就会想办法去分析它，那个这样可以。所以到最后呢，也感谢神呢，就是给我一个机会呢，服务啊，我就把那个语法书呢，就把它当做我生命的礼物，给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当做是我对我自己生命跟祖灵哈，我们的祖先的一个回馈哈。所以我用这样的心态来写了这一本书，也让各位老师希望借着你们呢，成为一个种子老师，将来你到国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教书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把阿美语呢教得很好，而且教得正确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学术良知跟伦理啊，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这个做这样的共勉啊。希望大家呢，既然大家都是我们未来的老师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大家用同样的精神来复振我们的语言。好，我现在呢就要翻到另外一个画面了，所以我把这个页面呢就把它结束了啊。对不起，我先找一下这个呢就把它停止分享，我再分享另外一个这个把它删掉稍待一下哈，我再看。好，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这个课程的主题是阿美语法结构的句的概念这个句的概念准备慢慢进入到那个核心的问题了首先跟大家看这个我还是用这个画面好，句的概念，句的概念，我要今天上的是句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句？第二个，句的基本的成分是什么？小米酒是什么成分米酒的成分是什么？米跟水。米跟水，这样而已吗？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水是你要加水吗？不用嘛。米酒的成分是酵母，对不对？酵母嘛，糯米跟酵母把它放进去，它就会变化，就会变小米酒嘛，不是？酵母一个糯米，对不对？它基本是把糯米把它煮成饭，它还是糯米，那个米变成糯米，其实它最基本的东西是糯米跟那个酵母。好，那不能加水加水就酸了。一样的我们一个句子最基本的成分就是谓语跟主语这两样东西等一下我就慢慢讲那下面就是谓语有几种所以让我列出了类别。主语呢又多种类别，我们后面再练习。我看看我们时间够不够我们稍微也不要太赶就是大家慢慢的讲，慢慢的看，然后慢慢的去思考后面我希望是说我说明用中文，等一下后面有练习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用阿密斯来念跟说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画面。句的定义是什么呢？句是语言的运用基本单位。语言嘛，我们沟通就要用我们的语言嘛。我们一句话一句话的说，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再讲一遍呢，我这个很重要。句是语言的运用的基本单位，能表达一个很完整的意思。那我们的语言有两种，一个呢是口语的，一个是文字化的。口语的东西是没有文法的，没有语法的，但是你要看我的情绪，我的声音，你要去判断，抓住我的意思就好了。更是文字化的语言呢，你如果考试也好，你要写文章也好，或者写文学也好，或者是呢写一本书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要不然人家听不懂。我举个例子，我现在用口语的跟你们说说看
Itai pak, wata, paliting, tamsau, watsu, wata, oras, tamsau, sariwa siusan, wata, ma, faka， 好，你听了以后呢，你还是听得懂，因为这是很简单的阿妹。可是你去找得到句子吗？好像找不到，它是一个完整句呢。我再大概也把刚才我想的，我再讲一次，看看有没有概念呢？Itini itai pak, halo manku tamsau, sarewasiu saku palising, maoras kurumias, fakak sakaku tu, halumanu tamsau itini itai pak。那你觉得前面的会比较好呢，还是后面的会比较好？后面的比较好。当然会，后面是比较好，当它是然是一个完后面的，整句，对不对？是的，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用文法。他如果说我大带 bug， 我大带 bug，hello man， 我当涛，我做，你都可以讲。但是你都可以猜得到他在讲什么。有时候呢，他讲比较深的就很难了解。可是呢，我们要一句话一句话的说。你如果把刚才的那个话把它变成文字的时候，人家怎么看？你没有逗点，没有句点，没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文字化的东西啊，因为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呢，我还要暂停啊。但是呢，文字里面没有这样的，你一直写一直写，没有逗点，没有标点符号的时候呢，人家看不懂你在做你在说什么。所以口语化的东西啊，它是没有语法的概念的。你把它文字化以后，谁也听不懂，谁也看不懂。所以我们一句一句要有句点。所以呢，我们说话要有那个单位啊。Itini itai pak, aluman ku tamsau, aluman ku tamsau 啊 ，sariwasiu sa ku palising 啊 ，maoras ku rumias 啊。你就可以慢慢的这样一句一句的说，哎。你把它文字化以后呢，每一个人都听得懂。所以在这里呢，我可以大家看看呢，什么是语法结构呢？就慢慢进入说，这里最后面有一个红色的字，语法结构是研究一个民族语言句子的结构，它的语序，它的正确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将来要教学生。我们就一定要有对语法的完整的概念，就像我们第一天跟各位老师讲过的，我们不要只会开车啊，我们除了要会开车，也要会修车，因为我们是师傅啊，师傅是传道授业解惑，叫做师傅哈。我们当老师就是要传道授业，还要解别人的惑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语法的概念的话，在语言的教学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只会开车是没有办法满足别人的需要的啊。好，请看下面的几个句子，请看看吉巴奈嘎哥，这个就是算不算？你听得懂了吗？这个句子吉巴奈嘎哥，人家这样这么说，那个解释一下。你有没有办法听得懂？可以听懂，对不对？我是巴奈，这个就是完整句，完整的意思啊。如果我说吉巴奈怎么样呢？那里面很多个猜很多，他叫巴奈还是我是巴奈还是巴奈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啊。如果是嘎过而已呢，只有主持人没有谓语呢，那也是不断嘎过又如何呢？如果这两个一个谓语一个主语凑起来，它就会变句子，你就很了解他在说什么。第二个，
我西多嘎哥，我是学生。我西多，这里是谓语嘎哥。如果你少了一个谓语没有，而是主语，其中有一个没有，你一定也是在那边猜。那这个学生又如何呢？啊，好，第三个句子 ，mi'adob 长让他们狩猎。mi'adob 现在是谓语是动词了，长让呢是他们去打猎。你认为这个句子你有没有听懂？这个算不算完整句？算。当然算，对不对？你看你mi'adob 长让就好了啊。像这个米夫丁干面，我们去捕鱼，就是我们常常说话的时候一个完整的概念呢，对不对？好，如果你只少了一个主语没有，只有动词，我们叫不是句子，那我们叫做片语而已。米夫丁阿罗，谁呢？米夫丁阿罗，哎，你还不知道谁在河边捕鱼呢？你一定要给他主人嘛，那个主角是谁？金马耀呢？还是几把那说？哎，你会想说，哎呦，你是会捕鱼吗？你一定要有一个主语给他，他才算是一个完整句。所以呢，以上这4个句子都是标准的完整句。好，开始进到一个要动脑筋的时候了啊！再看下一个句子的基本成分。基本的成分，米酒的基本成分，小米酒、糯米跟什么那个酵母。那句子的基本的成分就是谓语跟主语2个，刚好跟中文颠倒，中文的主语在前面，谓语在后面。中文的谓语就是动词而已，英文也是一样，谓语就是动词，动词就是谓语。但是英文句子的英文的简称叫做 P 加 S。 什么是 P 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句子的基本成分我要用 P 加 S， 不是 V 加 S 啊。V 加 S 它是动词加 S， 也是句子，但是呢，它只是 P 加 S 里面的1/15而已啊。第二个，谓语，什么是谓语？是句子的叙述的部分。什么叫叙述部分呢？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叫做叙述啊，如何如何啊，它就叙述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英文叫做 predicate， 我就抓我们在语言写都是这样啦，这个 P 这个字用 P 就是表示叙述的部分啊。叙述部分就是谓语，有时候叫我也本来要用术语，好像写的好像学术的术，所以我就不想用，我用谓语，大家也都用这个字。谓语就是术语啊，术的这个叙述的语言啊。术语叙述部分就讲 P 啊。第二个呢，主语呢，我们英文常常说叫主词嘛，它就是一个主题。什么是主题？什么是主词？什么是主语呢？一样的，主词、主语、主题都是一个字，也就是要叙述的那个主角那个对象呢，某某人啊，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谓语啊。我们中文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某某人，我们阿妹刚好颠倒啊。所以呢 ，S 就是 subject， 就是主词，用 S 来代替。所以以后你看到 S 就是主词，是主语跟主格都一样啊。你们常常听到主词、主语、主格、主题都是叫 subject 啊。好，所以主词就说什么人啊，什么人干嘛啊，就是谓语。什么人啊，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们倒过来，干什么干什么某某人。阿美语的句法是跟中文跟英文是颠倒的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句子，我是多嘎哥，这个是不是完整句？我看看大家 test 一下大家的概念。我是学生，我是多嘎哥，这算不算完整句？算，对不对？这个还需要加什么？都不用加嘛。我是学生就是一个。我有了是学生，所以等于就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动词啊，动词的概念啊。我是多卡哥，我是学生。好，再看下面的比较长的。Minanam tu sono bangsa kako， 我在学阿美语，这算不算完整句？算。
当然算了，已经有2个，前面有一个，前面红色的就是系数的部分，对不对？你看闽南那么多算的帮他是学阿美语啊，是不是一个系数？谁呀？我，是不是有一个主角？所以它有主词有谓语，所以这个叫做已经构成了句的基本条件，有谓语有主词，所以呢，这2个句子都算是完整的句子啊，也就是一个标准可以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句子。OK， 这样讲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没有人回答。可以。再看一下换一页啊。现在呢，就开始有头痛了。刚刚我说谓语，一个主语，所以呢，这一页呢，我就略讲一点啊。等一下你们再看。如果老师你手边有我写的那个阿美语的语法书的话呢，你们可以翻到第14页。谓语的语词类别，到底所谓的意思就是说，谓语可以当谓语的是有哪一些字啊？可以当谓语的，你看动词可不可以当谓语？可以吗？你 adopt 改过，我记了，是不是个动词？你 adopt 是个动词，对不对？动词大家都知道嘛，名词知道意思吗？什么名词？书本啊、桌子啦、铅笔啊、山啊、水都叫名词嘛，对不对？这个名词，好，来大家我用谓语啊，这是狗怎么说？这是狗。乌瓦住古尼。乌瓦住古尼。啊，这个就构成句子。乌瓦住就是它的谓语，现在它是名词。好，现在人民呢？好，随便找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啊，在句子里面。它是那么怎么说？起码要紧热。那么哈，那么吉拉，那么吉拉或是紧拉都可以。这个吉那么就是谓语，紧拉就是主语。啊，我是古拉怎么说？阿妹？吉古拉嘎古，吉古拉就人民可以当谓语啊，嘎古是主词啦。是不是人民？好，人称代名词，刚刚有用过人称代名词，你我他嘛，你我他都可以当做什么都谓语。有老师可以当谓语，当然可以啊。好，起码我问你说，谁在唱歌？他们是他们在唱歌，怎么说？Zangra ko rumah liwai， Zangra 是不是人称代名词？那我们是我们唱歌怎么说？Kami rumah liwai， 我们来唱歌，是不是可以当代名词，也是当谓语啊？什么是指示词？古尼古拉，当谓语的时候不是古尼啊，古尼是当主格啊。当受格是杜尼、杜尼尼、杜里拉迪拉安。当谓语的时候，谓语的指示词是乌尼尼跟伊尼安，乌尼、伊尼都可以啊。比如说，这是我的，怎么说？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乌尼尼过努马过，对不对？用乌尼尼。好，这个以后再讲指示词。你要说，我们知道指示词它有3种，有的时候是当谓语用的指示词，乌尼尼、伊尼安；当主词用古尼尼、基尼安；当宾语用的是杜尼尼、杜里拉迪尼安等等，它还有分呢所以你们现在大家这样一讲你又开始要头痛啊！我先因为这个谓语，我先略讲一下这个字不定代名词呢，有没有听过？刚刚有讲所谓的不定代名词，我今天要先跟你们讲一点不定代名词。我怕想说应该赶快讲完。我想以各位老师，我如果今天没讲完没关系，练习我下次再做。但是我觉得这里很重要，所以我还是不要赶课因为我本来想说一次上课呢，最好到后面会有练习，但我觉得说这么重要，而且大家都。这种概念都是你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各位老师有没有听过不定代名词？
娃娃有上这些啊，什么叫不定代名词？没有人听过，对不对？但英文有不定代名词，不是跟阿美族的一样的啊。不定代名词是什么呢？啊，我举个例子来，随便告诉我你们喜欢的一个动词啊，动词，给我一个动词啊。米福定，好，米福定是动词，对不对？我给你一个字哈，我讲米福定是捕鱼，对不对？是个动词，对不对？我后面加一个爱，看看哈，米福定爱是什么意思？渔夫渔夫哈，好，它是个不定代名词。当然，不定代名词有30-40种，你看我的书那边有30-40种可以变成不定代名词。但是我先用一个就好，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不定代名词。什么叫不定代名词？第一个就是说你后面加爱的时候，米福定爱是渔夫，对不对？好，第一个问题是我问你，它是一个还是很多个？渔夫现在我说米福定爱有没有确定是一个还是2个还是3个还是很多个？不确没有定，确不确定，定，就是不确定。不确定。好，再看第二个，米福定爱哈，米福定爱渔夫，我问你，他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确定，没有指定，也不确定，我也不知道。米福定爱一定是男的吗？好，第3个我再问你，到底是人还是动物还是植物？哦，也未知，没有未知，也是不确定吗？我举个例子哈，走路啊，刚才米福定爱哈，我讲个句子又比较容易好。所以呢，它都是不确定，所以它是代替名词，它是不确定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走路叫 romakat， 对不对？ romakat 是走路，对不对？也是个动词，对不对哈？我加个爱呢，你看 romakat 是什么意思？走路的人，好，行人，对不对？行人，好，行人呢，他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也不确定。不确定，他是行人的话是男生女生？不确定，不确定，到底是人还是植物还是动物？也不确定。除非什么时候你会知道它是人事物呢？你看啊，如果把它当形容词的时候 ，romakat 后面加啊就可以变形容词 ，romakat again 那是走路的什么小姐，对不对？romakat again 是小姐，所以呢是走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 romakat 如果你如果前面有一个urumadiwai kura urumadiwai atamdao kura rumakatai 这个时候呢是不定代名词或者是前面有时候jimayao kura rumakatai， 你知道 rumakatai 走路的人是麻药，他可能会是人，对不对？所以它不确定的，可以当名词用了。那我现在呢，rumakatai palitin 这个大家比较再看呢，rumakatai akilan 有没有听过？走路的树。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有，那个树可以有一个树有没有可以走路的？马萨古兰，urumakatai akilan huvasa，有没有？哎呦，还会有走路的树吗？有没有会讲话的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字呢，不确定的时候是能够当名词的时候，除非我们有前面后面有一些线索给他，我们才会猜得到那是人还是东西。所以我们只单单说，我们叫比如说米福丁爱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是一个还是很多个，数量不确定，性别不确定，人事物也不确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不定嘛，不定叫做不确定，代替我们所讲的那个名字，就是
不定代名词是这个字呢，是代表一个名词，但是呢，它仍然是数量、性别跟人数都不确定，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不定代名词。我这样说明以后，不晓得了不了解这个新的名词啊？好，了解。了解哈。好，静态词你们可以看我的书啊。什么叫静态词？有很多种。静态词呢，我看我的书真的，哎，现在几点了？会不会超过我们的时间了？好，我先讲一下那个哈。我的书呢？啊，你们如果有书的话呢，你们可以翻一下那个静态词啊。17页。第几页？17。我不是那个，专门讲静态词的有一些那个。205页。我看一下。好，对，205页。205页，如果你翻到205的话呢，那个静态词呢，你回去先看一下什么，上面会有说明啊，就是静态词是指什么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讲了一堆东西了哈，包括里面呢，你看有很多，我就下面举的是善恶啦，比如说方丈啊，所以说美丑呢，比如说有颜色啦，白色、黑色啊，冷热等等的就。一直到207、208页，这里面最后一个叫这个心理状态，这些呢，心理阿扎有没有这个字啊？比如说 Zamsai 有没有 Lihmai 等等哈，这些呢，你们有空的时候，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个静态词，所以我知道，如果你们有空，你就翻一下书，你不同的名称呢，你翻一翻，到底名称你如果不清楚的话。等下我说明以后，你还是不清楚，你要先了解这个什么叫做静态词啊，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往后看下去啊。数字没问题的，李妈啊，我这样，我们5个人怎么说？拉里玛格数字也可以当谓语嘛，对不对？疑问字你们几个人怎么说？比那感冒。感冒是主词，巴比娜是什么？就是谓语。有多少？所以你要知道句子的呈现出来的东西啊，哪一个是谓语，哪一个是主语？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怎么去分析句子？所以呢，巴比娜感冒，你们几个人？我们3个人啊，几个人还好，3个人干咩？所以巴比娜好，再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说？我们按也是疑问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些疑问词去当谓语。好，否定呢就是在爱不，这个否定词呢，比如说在爱在比阿罗嘎过在爱古娃娃嘎过，在爱这个也单独使用，娃娃就是孩子嘛，娃娃就是我不是孩子，怎么说？在爱过娃娃嘎过，在爱这个字就是否定语，它还可以当谓语啊。地方副词来，可不当谓语？我的家在马泰安怎么说？法答案。我的家在法答案怎么说？Ifataan Ifataan ku rumah aku。ku 后面有 rumah 对不对？aku 是我的家在法答案。地方副词是不是放在最前面？它现在是谓语啊，对不对？好，后面时间副词也可以当谓语啊。好，今天是我们部落的丰年祭啊，这个句长一点。Anini ko biilisina no niarohniam。Anini 这个可以变成谓语。好，昨天是我们的丰年节。Inachira ko biilisina no niarohniam， 这个可以当副词啊。好，感觉动词啊，什么叫感觉动词？就是静态词后面加 en 这个字。比如说静态词呢，比如说喜闹有没有？喜闹是个静态词啊。喜闹文后面加 en 的时候，喜闹文有没有？喜闹文嘎哥，我觉得人那个觉得，我们阿美族没有觉得这个字，
只要静态词后面加 n 这个字加 en 呢，它就会变成觉得。比如说，发热很烫，我觉得很烫，怎么说？ Parten kako 的灯嘎过，你翻译成是我觉得很热啊，我觉得很烫都可以啊。所以那个静态词你要回去看，静态词加 en 它就会变成感觉动词啊。引述语，引述语呢，我们通常后面有沙这个字，比如说刷了沙及因呢，有没有沙？我举个例子，还有个嘎达罗马阿马拉菲沙。及呢，那个沙这个字叫引述词，被它引的那个句子呢，整个都变成谓语啊。我用一个字好了，比如说说呢，说这个是名词，加一个沙就会变谓语。说了沙及妈妈，就爸爸说，就等于说摸的及妈妈啊，它就会变谓语。最后一个字感叹词，我们最多的感叹词是我的。阿菲、阿 Q 胡发都有啊，都是北阿美的。现在是我们常常开玩笑的时候，有时候瓦达古尼拉有没有听过？瓦达古尼拉就是哇，他的很伟大，或者是哇，他的这么多等等。所以瓦达古后面呢，尼伊拉就是他的呢这么厉害。所以感叹词也可以是谓语，是放在句的前面。所以呢，我们阿美语的特性呢，跟英文跟中文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要不然你永远要写到好的句子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怎么写会乱了阵脚啊。所以我先看这个页数，所以我们就刚刚讲了个半天，第14页。P 加 S 就是一个句子，当一个谓语里面有 V 就是个动词，动词之外名词、人名、代名词、指示词、不定代名词、静态词、数词，一直到感叹词都可以当谓语啊。那主语呢就略讲一下就好了。名词还有专有名词、不同名词、生活名词、状态词，这些字都可以当主词用。哎，奇怪，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我们阿美语是两边都可以啊。你看这里人称代名词嘎过这个字也可以当什么？这边有一个人称代名词啊。这个书本我后来呢，刚开始写书的时候呢，就没有把后面的专有名词这些东西放进去，是因为我认为名词大家都知道，没想到后来想说还是放进来补充说明的，所以跟你们的课本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没有关系，这个不影响你们的看书的那个内容。那接下来呢，我就所以我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先休息一下，让我刚刚所讲的东西，请各位老师呢稍微消化一下，喝个水，等一下我再让你们看看实际的例子，让你去判断它是什么东西哈。所以想说，我再回复一下哈，句子。基本的成分就是一个是谓语，一个是主语，这样子啊。然后呢，谓语呢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个动词啊。谓语有很多种可以当谓语。然后呢，主语也有很多种，但是你要能够判断它是主语跟那是谓语还是主语，就是要看大家，你要先看，除了看语法书以外呢。你要常常去分析这个句子，主词在哪里，动词在哪里，那主语在哪里，谓语在哪里？如果你常常这样看的话呢，你就慢慢学会分析那个句子啊。这样分析句子以后呢，你不但可以写很标准的阿美语，同时你可以教学生，甚至告诉他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啊。所以你就慢慢会变成修理汽车的师傅。当你到了那个功能的时候呢，你就会变成可以解决学生或者是呢学主语的人的一些问题跟困难。我们休息10分钟，现在是16分哈，我们不要10分钟哈，我们16分加我看看加4分钟。好，我们第一句。Mihalov Jimarang Jimarang ilutok. 这个
这个句子看得懂吗？看得对懂。懂。马浪在山上打猎，对不对？对。好，红色的我们叫做什么呢？喂动词咪动喂鱼词喂鱼，喂鱼，对不对？现在喂鱼，我刚刚有讲过，喂鱼有很多种。你现在能不能分辨告诉我说现在谓语是什么？其实我这边都有写了吧，对不对？右边说，现在这个句子的谓语呢是 me 动词，对不对？就是 me 动词。好，再看第二句来，我的名字叫古拉，怎么说？古拉松安努马多，这个就是标准的阿美语的话语。然后现在呢，一样的红色的谓语是什么？等一下先看我的，等一下我们再那个测验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对那个句子判断谓语跟主语的一个认知啊的能力啊。所以 Chikulas 这个叫做人名，人名当谓语。说刚刚我讲有15种啊，第3个来念念看，请。娃娃阿古吉马让，马让是我的孩子。娃娃现在是当什么？谓语。当谓语。谓语里面当它普通名词当谓语，对不对？动词当谓语，人名当谓语，普通名词当谓语。好，第4个来念念看，请。伊法达安古尼亚罗努马哥。我的部落在马太安。现在在马太安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地方？地方副是不是个单位？我们通常是这么说：伊法达安古尼亚罗努马哥，我的部落在马太安。这个就是标准的，我们日常生活，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必去思考是对不对？这个都是平常说话的时候的句子。所以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里面常用的句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分析过说，哦，原来地方副词还可以当谓语，你今天才会知道，那表示你已经又多了一些学问了啊。再看带第5个来再念，请。基础古米苏里带，由你来写。基础写米苏里带是写字的，写的人呢，主词是写的人是你，这样子。好，这里呢，现在是人称代，基础改过叫做人称代名词嘛，现在也可以当谓语。好，我们再看下一句来，这里再念一遍，请。Unini kuno maku a sasulat。好，我的牙刷是这个，对不对？不是古尼尼，一定乌尼尼，它是在谓语的时候用古尼尼，或是伊尼安都可以啊。古尼尼是当主格用的啊，它也有指示词啊，指示词还是分主格、受格跟述格，就是谓语啊。所以它有这样的分类，尤其是指示词。所以呢，这个乌尼尼可以当指示词，可以当这个谓语。再看下面的，好。第7个再念一遍，请12句而已啊。第7题，请。今天天气很冷啊。这个什么词？你们能分辨出来？是什么词吗？你一定要先了解它是一个静态词。如果你知道静态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奇怪，静态词它什么都不加，它就可以当谓语了呢。是闹古罗米亚达尼尼，也不能我是闹，也不能说米是闹，都不可以啊。就是闹古罗米亚达尼尼，它就是静态词，就直接可以当谓语来使用了啊。它也不是动词。好，再看第8题，请。巴比纳嘎莫阿戴尼。这里面就你们几个人过来啊？巴比纳嘎莫阿戴尼是巴比纳，是不是一个疑问词？疑问词也可以当谓语。好，我就快速了。第9个来，在比阿多卡米安尼。我们今天不去打猎，在比阿多这个叫做什么？否定词，对不对？否定可以在爱啊，但我还是加动词了啊。
在个乌娃娃嘎个在个米苏达在几班奈在个一星几马腰啊，在这个字也可以当谓语啊。来数字来，第10题，请。Lima kuparo nuluma ako. 拉里玛古巴罗努罗马阿哥是我家人呢，我家里的成员有5位。拉里玛，你看数字可以当谓语啊。最后2题来，请。哇，你们的也好多。这个来，我先问大家，这个11题的主词是哪一个字？主词，我现在不是谓语了，谓语一定都知道是我的啊。主词是哪一个字？否定，拿木还是否定？否定，当然是否定，对不对？因为刚刚讲过，上次讲谓语，属格是往前修饰嘛，你们的语，所以呢，整个呢是包含在这个主词里面，对不对？你们的语好多这样子啊，所以呢，谓语呢可以当那个感叹词都可以当谓语。最后一个，请。Kata rumah Malafi Sakina. 妈妈说要回来吃晚餐，记得这个沙我们叫做引述词，它有时候是引述是句子，那引述句子的要用双引号，就说这一句话呢被它引过来是被引出来说，妈妈说什么是被说的话就完全他说的话就把它重新把它重述一遍写下来，这是妈妈说的话。说就是沙就是说哈，就妈妈说这样的，所以我们前面的句子可以等于一个名词啊。我倒过来念给大家看哈。苏沙基伊娜，把这个后面把引号放在后面。苏沙基伊娜，嘎达罗马阿马拉菲沙安。可以这样子用啊，这个部分呢，我也不暂时不先多做说明，让你们知道说，你看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句子呢。你看有那么多种变化可以当谓语，你们从来过去有没有想过说谓语有那么多种吗？可能很少人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让他知道说，原来阿美族，你看我们现在所举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说的句子，但是呢，我先把它分类出来，你就慢慢了解到说，今天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哦，原来谓语不是你过去所想的，哦，是个动词，但是这边也有动词当谓语，没错了。但是原来阿美族不只是动词，所以句子的动词呢，我不能用 V 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要用 P 啊 ，predicate 就是系数语。系数语呢，英文的代号是 P 而不是 V，V 只不过是 P 里面的其中，所以我说叫做是1/15的原因就在这边啊。好，那我们再看主语，我就不多说了很多了啊，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哈。我们希望速度可以等一下可以讲到一点练习啊。主语的类别也很多啦，可以当主语的有哪些呢？你看呢？名词大家刚刚有说过了哈，前面有讲过就不必多说了哈。名词嘛，人称代名词嘛，不定代名词，像鲁玛嘎带那个字哈，米夫丁爱等等哈。指示词啊，当主语当然这个时候叫古尼尼给尼安啊。数字还有了哈，那其他的我就不一定列举啊，就是我想说，因为今天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是主语跟谓语到底有哪些东西，我的重点在这里。将来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机会是讲到专门讲代名词，有专门讲的疑问词，或者是呢其他的词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讲到每一个地方。所以呢，它有疑问词，有否定字可以当主语，地方副词可以当主语，时间副词可以当主语，处置型的名词可以当主语。好。等一下看到什么叫处置型，我等一下看到例句的时候，我会再跟你们做说明。举红色的这几个1、2、3、4、5个啊，前面就好了。举红色字体的语词作为例子啊，请看一下。好，
这里面有那么多个，就是组词可以有那么多种。我今天就举这个红色的名词、代名词、不定词、指示词啊这些哈。好，请看，我们再快速的念一下，我们在后面就会有练习。你看哈，好，先看一下，因为我有在算时间呢、不做练习好像等一下就很快就忘记了啊。来，第一句，请大家念一遍，请。Miradum Cipanay. Cipanay. 把那挑水，然后吉巴奈是主语，对不对？现在这个主词呢是什么形态的主词？这边人民，人民是不是当主词用啊？那谓语呢？挑水这个是 Miradum. 把那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叫做细数嘛啊。所以把那米拉洞学把那是把那去挑水，所以呢，我们谓语我就不说了，我们现在看主语。你看主语名词人名可以当主语啊。第二句再念一遍，请。Maulah kuwawa tubiang. 小孩子喜欢吃糖果。好，现在古娃娃可以当什么？不动名词当什么？主语，对不对？主语。好啊。名词不动名词当主语的时候，通常都有故了啊，人名都不用，代名词也不用，人名、代名词都不用。普通的名词呢，都需要什么？故当主词来组个标记啊，这个很重要啊。你看代名词就没有啊。来，第三句再念一遍，请。Rumaka kaku talapadadan. 我走路上学，哎，嘎过是不是主词？啊，嘎过是主词，它是什么类型？人称代名词，人称代名词可以当主词。好，好，再看下一个，剩下3句来背，请。Alumago rumagata kilalan. 路上有很多行人，对不对？rumagata，好，刚刚有讲过，这个叫什么？不定代名词。rumagata 也不晓得是男生是女生是一个还是很多，反正就走路的人嘛。我们阿美族没有不必要讲说一个两个，不像英文一样，只要是名词，它都会有一个单数复数的问题，我们都不需要啊。他们性别他们会他男生的他跟女生的他就有分辨，可是我们呢，走路的这个也是一个人，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是男性女性啊，所以我们叫不定代名词啊。剩下2个来，请。Juga ni mama ginian. 啊，你们是给你按，刚才呢，乌尼尼是在前面的，给你按这个是指示代名词，哎，指示代名词，还分成主格、受格跟述格啊。好，最后一句，哎，北请。Dosa kuya Impisu. Saliwan numaku kudzai. 哦，你有2支铅笔，一支被我借去了。好，只在这个字是当什么？是受词还是主格？受词。你看这个句子，你要看句子，所以我们很少去分析句子来看。Saliwan numaku kudzai。你一定闭着眼睛一看过，后面就是主词，对不对？被我借走了啊，这样子。我刚刚有讲过了，来，我来看一下，复习一下前面。扎里温诺马过古塞，诺马过这个是当什么？来，我来复习一下前面刚刚讲过的复习的。诺马过是属格，对不对？属格，我问大家，这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忘记了，那么快忘记了。副词啊，对了，努马过是往前修饰，对不对？修饰的是扎里问，这个就是被借嘛，所以努马过是被我的意思呢，被我借什么东西呢？一支被我借去了，什么一支？当然是指铅笔。一支铅笔被我借走了，就这样。所以努马过这个是当副词用，所以呢，这个句子是一支铅笔被我借走了，就
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呢后面有一点点练习，大家来试试看一下哈。我划线的对不起啊，我划线的部分呢，你们告诉我可不可以？你可以翻翻你的课本，你们第14页哈。到底谓语里面呢？现在我只要弄个实句里面，现在谓语我已经都划线了，请找出谓语。但已经划线的是划谓语，问题是说明它的类别能不能分辨？这个字都是字啊，都画了线以后，能不能分辨它是什么东西？先来练习，只是已经划线就不用找了啊。这个都是谓语，那等一下后面会有主语啊。那我们先看看谓语。你可以翻开第14页，课本的第14页，那个语法14页。然后呢，你可以看看，第一个来，我们可以一面念，一面来分享一下了哈。第一题来念念看啊，这是谓语，你看看它是什么类型？它的类别是什么？动词谓语。动词，对不对哈？动词，下一学我会讲到下一堂课呢，可能会讲到动词。动词有 me 动词，有 ma 动词，有 en 动词，还有什么特殊动词 ？ma 开头的字叫 ma 动词，这样就好了啊。ma 开头的字啊，我们说 ma 动词。ma 动词还有分成自主动词，还有被动的动词啊。ma 这个字啊，我稍微怎么叫做 ma 开头的只要是 ma 跟 me 啊，都是叫动词啦。用 me 开头的叫，你看呢，这3个字都是。妈不是妈跟就是咪嘛，你看妈 ma'orat 就是个动词，妈动词。咪 midalaka 就是咪主动动词。还有呢妈 masalak 过去到这个妈也是一个动词，所以3个都是动词。但是呢妈动词哈，你像妈动词就2个都跟你讲了，妈一个是主动，一个妈叫被动。我举个例子 ma'orat这个字是主动的吗？那我讲一个字被动的 ma'arau 什么意思？ ma'palo 什么意思？被打。同样的，ma 开头的字有的是 ma'palo 就是被打 ，ma'orat 有没有被下雨的意思？没有。所以我说 ma 动词有2种。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的。这个主动我们叫做自主动词，下一次再讲。我们现在你现在只要知道它是个动词就可以了啊。好，第2句来念念看，请。知道意思吗？马让在山上放陷阱。好。这个叫什么？就不说，刚刚我已经说了，就叫 me 动词，对不对？好，很多这个很简单，就 me 动词就好了。人家有很多的说法，就是什么这个有很多种说法啦，但是每一个人说法不一样。我最简单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妈主动动词就好了。那妈有被动，还有一个自主动词，有的什么焦点，什么焦点，你弄到一大堆的焦点呢，弄到最后一个头2个大啊。其实外国人写的东西，因为他们只会一个动词，所以他用很多被动受事焦点，这个什么主事焦点，什么叫做主事，还有这个东西很多老师都会反映给我说，他都一个头2个大了啊。其实我们阿美族的很简单，翻成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就这样子，还有多了一个妈动词。下次再慢慢进入那个动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其实不要那么辛苦的去学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注意，这里是3个都是动词啊，就是 me 动词啊，这个是妈动词，这样就好了啊。masala gojila iwali 什么意思？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个就是 masala 就是出来了。好，来下面这个字不是妈咪的动词，来我们念念看第4句，请。好，我先问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马要带牛去
带着牛上山，对不对哈？好，很好。这个动词呢，这个动词不是咪，不是妈，我们都归类为特殊动词，好吗？这样就好了，它就是特殊动词啊。它不是咪，不是妈开头的动词呢，我们就叫特殊动词啊。比如说达鲁玛啊，这个达鲁玛，呆尼也是动词，有没有？这些呢都没有咪妈动词，咪妈开头的字，我们都叫做归类成特殊动词。特殊动词有哪几个？在书本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第五个呢，要跟第四个稍微给你们做说明啊。来，第五个先念一遍，请。知道意思吗？Jinamaku kaulahan aku aitlang。那么是我喜欢的朋友。好，倒过来讲都是，kaulahan就是我所喜欢的朋友是那么所喜欢的朋友都可以用哈。然后呢，记得哈，上面的几个龙，它不可以分开哈。如果你分开的话，这个就是人名了哈。起码公安呢，一个龙一不定话，有没有？你要记的话是记分开的时候，表示后面是名字啊，人的名字。记那么就是人名，所以这个记叫做人名标记啊。什么时候要人名标记？在句子里面，人的名字一定要有记那么记班奈是什么这样子啊？但是所有一个地方不要加记，叫人家名字的时候。比如说，你叫我古拉斯卡丹尼后，你不能说吉古拉斯卡丹尼后，不能这样。叫称呼别人的名字的时候是不要记，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只要是在句子里面，一定人名前面一定有人名标记。那上面的第四个记呢，是一个前缀啊，前缀，所以吉古隆就是有带着牛。有带狗上山怎么说？吉瓦州啊，我带狗上山了，吉瓦州、嘎古啊、达拉罗都可以。所以呢，这里吉啊，比如说肚子叫迪亚，有没有？把那怀孕了怎么说？吉迪亚，吉巴奈，对不对？吉亚这个字是有的意思，有肚子了就表示怀孕了啊。好，简单说明这个啊。来第六个来。Pasifana Tusuanu Banzah Jina Aku。好，这里现在是谓语什么类别？不定代名词。答对了，很好啊。就里面很清楚，你可以一讲就出来是。一个爱。只要爱上去了 ，Romagatai、Mifuting爱、Pasifana 爱。rumah liwai 等等啊，这类都爱，很多人就分不出来，到底它是形容词还是不定代名词。后面有啊的时候才有，比如说把书放在爱当上教书的人，后面有啊把书放在爱娃娃啊，没有啊才是形容词。如果没有啊的是，它是一个字。这个叫做不定代名词，有的人就猜不到说到底是形容词还是名词啊。记得以后呢，不是所有的爱都形容词啊。可是海岸阿美跟那个马兰阿美呢，他们有个习惯，所有的动词啊都是加 I， 马乌拉海嘎贵迪索南啊，这个罗马都是那个有 I， 所以我不予置评说这是一个亚群的。差异，我们就不要说他们是对还是不对，那是他们的习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有爱的时候，当动词用的时候加爱呢，不是又有另外的意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啊，有动词，比如说毛拉嘎古毛拉嘎古米能都地里毛拉这个字啊，但是他们有时候都是毛乌拉嗨加上去了，所以但是那是一种习惯。但是以秀格兰阿美的那个语法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些小差异啊，其他都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我们现在你要看呢，这个字后面
他是一个是名词，所以他是一个教学的人哈。所以乌后面就是一个教书的人哈，教什么呢？教阿美语的啊。好，我们再看第7个呢，再念一遍，请。马伊洛了，嘎过伊吉阿公安阿吉阿玛安。马伊洛是，你看又跑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语词？妈动词。妈动词啊，就是妈动词啊，这样就好了。来，第8再看，第8呢？我们兄弟姐妹有5位，拉里玛是谓语，现在是拉里玛是什么？数字。数字 ，OK， 啊，最后2个了。阿发嘎达达那我做，这只狗怎么那么大只啊？阿发跟阿发跟啊放在第2个啊后面也可以啊。啊，我们有的是阿发跟阿发啊的后面哈，都可以哈。瓦达跟瓦达都可以通啊。我们的感叹词可以放在第1个母音或是第2个母音的后面啊。这里呢是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感叹词，可以当谓语啊。最后一个呢，告诉我，来念念看，第10个马的群。Mafarius Kunzuar Delivery。好，这个叫什么？刚刚好像有提到了哈。不晓得大家看引述语啊，它引述了一个什么啊？这里本来是一个句子 ，Mafarius Kurumi Asa Kusuano Delivery 说电视上说，要台风了啊，天气这个不好了啊，天气要台风了啊，所以因为Mafarius只有天气会Mafarius，不可能山会Mafarius，或者是人会Mafarius，不可能，所以呢，我们这里那个主语呢已经被省略掉，所以呢，用杀这个字，因为只有单字，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引号啊。如果你要改成句子的 ，Mafarius Koromi as 句点，然后就要引号，又是句子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引那个句子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因为只有一个单字，我们就一看就懂，所以我们就那个引号就不用了啊。好，谓语比较容易了，那个主语呢？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就要休息了。好，来，你看还好，今天还是可以让你们去看句子啊。哎，第11题大家再念一遍，请。法set 的请。好，夏天天气很热，对不对？好，第一个我们要你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你如果你手边有14页，你看一下，那里面有很多名称，让你们去看一下，你先认识一下那个名称哈。一个名称就是一张文法哈，请大家知道哈，一个名称就是一整张文法。我讲人称代名词有一张文法，讲名词也是一大张文法，讲动词也是一张文法，不定代名词也是一张文法。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用点缀的意思是让你们知道说，原来句子里面的主词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在里面哈，每一个名称都有可以讲出一大张的文法语法在里面。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 ，Romia 是什么词 ？Romia 是时间。名词。名词答对了，是一般的名词。你看 ，Romia 乌扎沙呀，我们看乌扎发真正的。你除非呢那个名词前面加除非加什么字呢？一个介系词 ，Romia 才会变成比如说这个字。后面沙沙亚这个字，沙沙亚是昨天晚上，你加以后呢，那个名词会变成时间，所以那个通常是我们叫做表示时间的那个标记啊，时间标记，或者是表地方的标记。我们通常这个名字叫做方位标记，比如说伊瓦利也是方向嘛，它不一定是在地方嘛，东西南北，伊瓦利、伊迪莫里、阿密斯都是
那就方位。但是伊罗多、伊利亚、伊烦恼也是一，所以是地方跟方向呢都是用一，所以我这个文法里面讲方位标记通常都是有一这样的类词啊。那以后讲到那个地方副词的时候，我们再讲啊。我们再看看第12题，念一下，请。阿达达，阿拉达吉阿公尼马让。好，刚刚有讲过，刚刚我讲过那个吉阿公，我们叫什么样的名词？自己的家人我叫什么？吉阿公，姑阿公可以啊，还是吉阿公？阿达达吉阿公尼马让。记得这个字啊。好，我再回头稍微跟你们强化一下。如果我们是兄妹或是兄弟姐妹，我一回来的时候，我说：“哎，爸爸去哪里？”大家说他们说姑妈妈还是吉妈妈？吉妈妈。吉妈妈，自己的家人都用吉啊。但是如果不是自己的家人的话，你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讲说：“哎呦，那个电视上那个孩子一直哭啊，不晓得他的妈妈不知道去哪里。”达拉抓都姑伊娜尼拉娃娃，达拉抓都姑伊娜啊。我们如果讲不是我们的，就用姑是 OK 的。如果我们自己兄弟姐妹在讲，我们自己爸爸妈妈那是都是特定，都是要的。达拉抓吉娜，达拉抓吉妈妈。你看看呢、如果是你是我的兄弟姐妹的话，如果说达拉抓姑伊娜，你会说哪一个伊娜，对不对？姑不可以用啊，一定是鸡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是特定的那个，所以这样鸡阿公是说鸡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特定的人，表示我问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达拉抓鸡阿公啊，然后呢，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自己的人讲话都是一定是鸡，如果这里有综合的题目啊，如果我们在讲别人的，或是我跟别人说话呢，你看看，如果说我们不是兄弟，我可以这样讲，达拉抓多姑妈妈一说，姑是不是可以用啊？达拉抓鸡妈妈一说，鸡也可以用，也表示说我跟对不起，我跟对方呢不是兄弟关系的时候，这两种都可以用，这样了解吗？我再讲一遍啊，如果我们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呢，我们只能用鸡啊来指定来讲我们自己的家人的家属的爸爸妈妈、哥哥、法姨等等啊，大家都去法姨啊，就一定是那个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兄妹的时候呢，我可以问说：那你妈妈、那你爸爸去哪里？那打了说都鸡阿妈一说，鸡也可以用，对不对？打了说都姑妈妈一说，姑妈妈一说是可以用，对不对？所以呢，跟别人的时候，鸡也可以，姑也可以，但是只有跟自己的家属沟通的时候，用的时候只有用鸡，就不能用姑了，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也综合的。你看呢，马让的阿公鸡，它可以用了，所以它还是属于那个什么？他不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在讲话，所以这个鸡是可以用的啊。鸡阿公尼马让还是姑阿公尼马让都可以用啊，这一点就有一点分类啊。好，看，时间不多了，只剩下几题，我们讲完我们再下课好了。来，13题了。再个达拉比苏达桑甘米阿尼尼，这个甘米叫什么？这是什么类别？我们今天不上学，怎么说？这个是什么类别？甘米主词，这个是，甘米是我们嘛？这个叫做人称代名词，对哈。好，再看第14个，阿迪海古西那格伊巴达登岸，在我有的人说巴达登岸就是我们自己
我上一次在那个网络上听了以后，有不同的解说呢。我们现在呢，记得哈，巴拉登岸是自己把它围起来，自己种菜的地方叫巴拉登岸，或者是沙拉登岸啊。巴拉登岸跟沙拉登岸是自己把它围成起来，是自己种的菜，那个地方叫巴拉登岸或是沙拉登岸。但是有人说比拉登岸是说呢，不是你的田啊。大家说跟我比拉登岸了，你们还有一点呢，但是不是，可是现在可能都是，可能是变成房子了哈。比拉登岸是采菜的地方，但是它不是我们的菜园，所以比拉登岸这个字，我比拉登岸呢，这个不是啦，我沙拉那个，我比拉登岸，人家没哎呀，慢慢好干没有比拉登岸里的啊，所以那个比。大家可能有一些对这个字的用法是，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围成一圈，变成说我们自己种这里菜，我们自己种的菜呢，叫沙达登岸或是巴拉登岸啊。比拉登岸是可能已经都是房子了啊，所以这里呢，阿里海国西纳弗尔伊巴拉登岸菜园里面有很多的菜，请问大家西纳弗尔这是什么词？好，我们快一点哈，只剩下没有几分钟。西纳弗尔是一般名词，名词哈。好，15题来，阿瓦爱狗马乌拉海多马多嘎爱，什么意思？没有人喜欢懒惰的。马多嘎爱是主词，现在是什么类别？分得出来吗？阿瓦爱狗马乌拉海喜欢的人没有了。看不出来吗？感觉动词。马乌拉是不是个动词？加爱不就是不定代名词吗？你们啊，这么简单？马乌拉是不是个动词？后面加爱不就是喜欢的人吗？嗨，叫做不定代名词啊。来，再看16来。伊迪尼古罗马，那么古罗马叫什么？我的家在这里。罗马很那么难吗？罗马名词，名词，名词就好了啊。但我们现在会讲的名词还有很多分类，这个罗马就是个名词啊。来，第17题来，阿拉登来行。我本来要一个个点评，可怕时间来不及了啊。然后想说大家一起讨论来。阿拉登努马达亚来古拉兰古萨嘎戴拉伊尤菲。好，我想翻译一下看看这个字，这个句子有没有看懂？没有，看不懂啊。阿拉登就是被围住了，被拦住了。阿拉登马代赖是工作的人嘛，努马代赖就是属格嘛，就是属格就当副词啦。你看，你就是前面的字是阿拉登是被那些员工、那些工作的人拦住了嘛？什么东西被拦呢？拉烂嘛，路被工作的人围起来了，就这样而已啊。这个拉烂是萨嘎达拉尤芬往邮局的路，所以都这个字是个介系词，后面加名词变成形容词偏往前修饰，就是拉烂。去邮局的路就变成这样，所以拉烂是个主词，go后面是主词啊。来，拉烂是什么词？名词，一般名词，对不对？普通的名词嘛，就是这样简单哈。来，最后3个啦。嘎达尼后萨奇妈妈阿哥，我爸爸说，请你来一下。来，奇妈妈。人称代名词。不是人称代名词，奇妈妈是特定名词嘛，对不对？是特定的名词，人称代名词，你我他叫人称代名词啦。基索嘎哥，吉妈嘎哥基索，金拉嘎咪，这个叫人称代名词，吉妈妈。所以你一定要看那个书，那个名称